2009年的莫拉克风灾重伤台东，起伫个台东资本溪边的金帅饭店，规栋的建筑为地基挽起来，栽落资本溪的河床。当时的这一幕，互真侪人着惊。金峰乡的嘉兰村有91户的人家厝去大水冲去。代志经过10年了，灾民即卖过了好无？来看咱的报道。 2009年，无情的莫拉克风灾伫台东人的心中为一条真深的伤痕。超过271公顷的农田流失，大埔乡将近50户和土石流吞去。金峰乡、达仁乡有真个所在有居民调咧，采马里溪中大水，铁路、道路拢总断。 6层楼高的资本金水饭店倒落去。这里是台东知本温泉区，也是当年受到莫拉克风灾重创的区域之一。可以看到，我现在站的这块空地呢，中间已经立起了一块碑，而这里就是当年遭到大水冲走的金帅饭店旧址。中华金水饭店的故址，当年饭店的总经理王康平想起当年印象真深。每个人看到的时候，只会思考一个东西：水真的是比火可怕，火可以浇灭，可以熄灭，水没办法处理。 水一直流的时候，想扶它也不可能下去，除非你不要命。所以当时感受就是这样子，无能为力。金水饭店无重建，本来商店街嘛剩一间小食店尔。2009年，因为风台重伤交通，基本的观光人次敢若剩79万7000人。2019年到2014年，人潮回流到超过100万。不过2016年，佫受到尼泊特风台影响，观光人次佫落到10年来上低点。即卖平均每一年的旅游人次差不多是85万人，算是伫艰难中脚步徛有在。 妈妈妈妈，熊大子大高雄呀，大狗沙哦瓦隆嘎嘎。就想到村民的很多的那些像房子流失，比较心痛。 今年57岁林教讲，莫拉克风灾发生的时，是金峰乡嘉兰村长。当年嘉兰村91户和无情大水冲去，伫风灾共1年，伊嘛被确诊鼻咽癌初期。伊愿真勇敢，甲全民做伙度过上艰苦的时期。比较幸运的是，我们部落里面是离灾不离村哦。说实在了，我们是一个重生的部落，重生的部落就是从灾难中站起来。有没有这边的一个节？这个节啊，老人家说这个几个节，大概今年的台风会入侵的就有几个。哦，真的。阮对全民的脚步行入山区，深入嘉兰，正在整修也未开放的是金峰温泉甲原生民俗十园区。10年来，园区中间的路是真艰难，便有风台就重伤。经过海滩台风的洗礼之后呢，工程又再度重新启动，因为它把所有的公共建设都流走了。在98的88莫拉克风灾，再一次的又被摧毁，所以我们又再一次的站起来，为这个地区做一个努力。 新起的天空步道甲嘉兰温泉公园提供游客休困的浸脚池，传承部落文化的排湾族青年聚会所甲部落的广场嘛完成重建，安慰居民的心灵，嘛提供机会给民众深入体验部落。后面我们蜕变之后才有的这样的才有的思考思维是做这个事情，以不破坏村庄的样貌为主，好让你们来看我们最原始的自己。 莫拉克10年，咱见证台东灾后的苦难甲重生，受伤的土地甲家乡渐渐的得到滋养，居民嘛正将流失的传统文化一点一滴找回来，持续好在地文化发扬壮大。